看成王爷阴阳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！哎呦，阿爹，你回来啊！阿娘，这水给我们吃。来，紧叫，我先来走，唔免落小等会个歹查某看到，安尼就害啊。哎呀，无啦，阿爹，阿你敢有食？有啦，哇，我食有够快啦。阿你我要食。你食。我食。救命啊！我叫你，你莫甲跑哦！你点啊你！你这个歹查某，我这个你有报应的啦！哎，你搁讲，你搁讲，哎，你搁讲！阿娘，水到你啊！阿爹啊！你食啥物水果啦？去啥啊？好啦，我来洗啦。哦，我唔知哦，拍人手嘛会酸呢。你看，迄自我生目睭发白白吼，我毋捌看讲咱的成王就诊阁这款场面的啦。你小小托你讲，就诊都还阁八音地头，富人人人知，大老人呢。安尼哦，你甲看，恁的成王连一点花椒头地都无，可怜哦。嗨，好啊，莫可念啊啦。要死我歹命，我歹命，来到我真正个破命啦！虽然这是一件破命，也毋过四周围景色袂歹，摒扫，应该是一个袂歹的所在。要死我，这个所在讲叫袂歹，真正是善书生出来。哎，你莫讲这样啊！哎，人伊吼是一个知足，而且小户，安尼是捌人捌啦。哎，恁两个是好啊袂哈？启禀先锋爷，时间无早，请你先入去休。要死我！你有听到什么声无？咕咕叫声，啊，唔着紧吹，吹看嘛，吹看嘛。是啊。你遐吹看嘛？有啦！哎，你看，桌顶的行李真要扛起来了。要死我！甲咱做到要坑你！哎呦！哦，你这臭屁仔真好大胆！来，你甲我出来！抓出来！哦，my God！啊，唔着吹呢。你无好我收你一下。有啦！哦，那是啥牛啊？啊人呢？哦，啊
安尼无听你声嘛，无看你影啦。哎呦，我敢会是去看到迄落？唔对咧，这是城隍庙啊。撮伊，还是困较重要。哦，这个乞食有够过分的呢！伊不但食咱的物件，啊，搁倒伫个遐困啊！我看吼，因为伊即摆是看袂着咱的人，啊嘛听袂着咱的声，规气咱来现形，好好甲教示一下。无错，非常好。喂，喂，起来，起来啊！莫搁伫遐咧困啊！来，你甲我起来，起来啊！早了。起来！哎呦，卖早啊！是啥物来走外面啊？啊，去死人！哎呦喂！啊你是啥物人啊？哎呦喂，哪穿甲你啦？哦，看卖咧，哦，巴肚大着甲你啦！哎呦喂，一个查甫人啊，查某人要生囝要创啥啦？哎呦，啊看卖咧，哎呦，脚车硬甲你咧，哎呦，偌歹看咧！你哪会讲这样的？歹势吼，我当当是谢将军，人叫七爷，我是范将军2800呀。七爷啊，八爷，哎呦，笑死人啦！听好好，我叫九爷，人称啊，阿弟啊，就是我。实在是有够过分的。你一路大斗哈？哦，大斗！你该甲我讲咧吼，我看恁两个是上大胆啦。哦，竟然敢冒充七爷八爷。哦，啊你这个查某又是啥物人啊？我是天女啊！啊，天女？是啊。哦，你拢有够敢讲的啦！人家天女哦是生出遐水呢。啊你唔看你这款穿插，啊袂输敢若鸳鸯花咧，搁要教人学做仙女哦！哎呦，笑死人哦！你是啊，我袂讲啥啦，够过分啊！你敢讲呢？我看哦你唔是天女啦，你真是一个好爸母。你真好大胆哈！哦，真正吼，哇，你庐山真面目看，你实在唔惊死咧哈！这款步骤你也敢摕出来顶？哎呦，吓死吓贱啊！哎呀，大家人都嘛会晓啊！你真好大胆，你明明是要我气死咧哈！紧啊，赶出去，莫互伊住伫遐遮困啊！赶出去！歹势，这是阮的庙。放进去！还是我的票？要安怎？放进去！你若不放我进去吼，安怎？你要安怎？我就放回小票。我屌，是讲会搞最搞。成龙爷，这是咱的庙，有啥了这个超级家入来啦？伊看起来无依无倚，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。真无简单，才找到一个撇风撇雨的所在。咱一来就要甲伊赶走，安尼敢会伤无人情？也毋过人甲神，要哪会当带做伙啦？互伊去拜。是。一定是我讲吼，要放火烧庙才行一个爽气啦。这波有效。这才是一间破庙。还是困较重要，气死人来。
你可抵罪！我要抵什么罪啦？我无犯罪啊！对性命不敬，搁敢讲无罪？哎呦，我哪有对性命不敬啦？你是讲我摕小王爷的物件？我逐摆拢有甲小王爷的失礼啊！你招我嘛是招来这尔，等有一天哦，我阿弟若出头天，我一定连本带利还有小王爷的啦！拜托你啦，你帮我落来啦哦！嘿，你还阁唔认罪呢哈？看咱处罚你啊！安尼啦，奇怪，都困好伫咧，哪去梦到三个讲家己是七儿啊、八啊，还有天女，头安尼才疼。小王爷。小王爷，我知影啦，你一定是咧想起讲哦，我偷摕你的水果去阮阿娘食对无？拢是阮迄个歹心的阿嫂啦，伊去阮阿娘，佮甲我赶出来，我嘛无可能做这款对你不敬的代志啊。要不过你放心啦，有一天哦，我阿弟啊若出头天哦，我一定替你重新收庙啦，吼。啊，先讲下，我倒行。你就是靠阿弟啊？哎，是啦，我吼。就是伊啦，就是伊哦，将阮阿娘甲我阿嫂害死的啦。你讲啥？你讲阿娘甲伊安怎？就是你这个死毛是要害死的啦，就是伊啦，跟你养起来了。啊，干呀！是。你讲阿娘死啊死？好，你讲阿娘死啊死嘛？我没死啦。为你伤心又何必？你讲阿娘死啊死？好，你讲阿娘死啊死嘛？我没死啦。看到无？看到无啊？这种哦叫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亲像这种对生命无尊重的人，当然唔是善类啦。不但唔是善类吼，而且佫是害死家己的阿娘甲兄哥的大歹人。对。夭寿哦！啊，这个阿弟啊，看到安尼戆戆推推，真正看不出讲既然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代志。哎，你哪会讲这样呢？哈？你唔捌听人讲过哟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知戏知官不知道啊！啊？来啦，在，管老爷有命令，这间庙甲考试的命案有重大关系，我要破案进前，不准任何人进入荒庙。是。哦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是你呢啊，你是臭人哟！啊，人讲吼，要查案，当然是要荒谬啊！但去食华人，甲咱有什么地带啊？吼，都是迄个去食阿弟啊，咱城隍爷才打就恁娘，就害伊无人头来拜。都是。哎呀，惨咯，惨咯！我真正受不了。安怎啦哈？哥哥总。恁都爱知呢，这阵若庙甲咱封起，咱就困伫遮呢。无人来拜，咱是要好过什么啊？是不是活要甲咱咬死啊？啊，哟吼！安尼，后摆咱就五说啦了。对。你想我呀？咱即摆先个处理啦。唔免紧张，一切顺其自然。既然有人证明人是阿弟仔杀的，这个命案一定真紧就破案。希望是安尼啦。安怎啦？夭寿哦！
无讲无枵，讲甲伫巴肚煞一枵起来。哎呦，到底啊，你若无讲哦，我嘛唔知影。你一讲的哦，我巴肚对你咧枵了哦。来枵，哎，枵找骨头壁无枵，吹，较认真的哦。哎，老弟嘞，哦，我吹着啊，这讲红菇粿哦，哎，山里果剩几粒葡萄了，春家，葡萄你食？恁两个嘛较差不多咧，新丰爷都还袂吃呢。天女啊，你安尼讲嘛有影啦，会见老春现吼，哎，爱互咱先锋爷先用。对啦，以后是咱老家应该要先用啦。哦，对。苦阿弟，苦阿弟，大胆！本官叫你先啊怀疑，你是不是无甲本官藏在眼内？来人啊！是。当拍20大板。是。哎，大人啊，我无啦。大人，我看这个苦阿弟应该无啥捌字，而且伊阁是一个乞食，对咱官场的礼数应该无啥了解，所以请大人信。是啦，大人啊，请你莫生气啦。好，看在师爷替你求情的份上，我暂时饶你。也毋过，若互本官查出讲这个案件是你做的，本官一定严办。苦阿弟，啊，毋赶紧甲大人说多谢。哦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本官问，你先啊要来害死你的养母酷氏，甲你的阿兄酷阿龙的？无啦，大人啊，我无提是阮阿娘甲阮阿兄啦，我哪有可能提因啦？到这个时阵，你也唔承认，你真正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刁民啊！来人啊！是。大人啊，好，团正林、库春辉，团正林、库春辉，团正林、库春辉。民妇邱春花，靠近大人，你免惊，免惊。下来。库春辉，本官问你，你讲你的大家甲你的翁婿是去互这个苦阿弟害死的，你敢有啥物证据？是啊，喂，你这个歹查某，你是安怎要我袂讲话，是安怎要安尼侮辱我？啊！喂，大人啊，我是冤枉的啦。有啥物话，你慢慢讲。是，大人，代志是安尼啦。昨昏阿弟摕一罐水果转来，讲要友好我的大家。谁知影我的大家甲我的翁婿食遐水果了，都死啊！所以民妇怀疑，就是阿弟偷袭我的大家甲我的翁婿。无啦，喂，你莫我袂讲好无？遐水果拢是我对生活庙偷摕出来的呢，要哪可能有毒啦？可恶！水果是你偷摕出来，你也敢讲话讲到这大声？好，唐五座，参议大人，酷氏甲酷阿龙所食出的水果，你化验了结果如何？水果内底敢是有砒霜，与死者的完全同款。这边哪有可能？酷阿弟，你有啥物话通讲？大人，冤枉啦，我是冤枉的啦。好啊，莫搁讲遐啊！大家人犯拢讲伊的罪犯是冤枉的，人证无证据在，你还搁冤枉？来人啊！是。将酷阿弟押入大牢，令日处斩。是，大人啊，我是冤枉，我真是冤枉的啦。大人啊，我是冤枉的。你这个小杂某，你这个歹杂某，你啥都要侮辱我，你有一天你会报死啦，你报死啦！大人啊，我是冤枉的啦，大人。来啦！啊，你是搁安怎啦？
嘛就无迄个心情啊。啊，你嘛真奇怪呢！啊，较早呢叶叶讲无兴趣，啊，即马代志解决啦，讲无心情。恁查某人咧想啥吼？像海底针，我真正拢懵无啦。金水啊，莫生气啦，人心情真正无好。好啦好啦，啊，等阿弟仔代志也解决吼，就无代志，莫烦恼啦。来啦。哎呀，当我甲你讲无迄个心情啊。啊，有啥物无迄个心情啦？好啦，我知影啦。啊，为着咱两个代志吼，你牺牲真大，我会好好甲你补偿。真是嘞。当然嘛是真实的啊。那呢，咱离开梧桐关好无？离开遮？雨水拍窗，滴滴有声。情泪滴落你敢看无影？黑暗暗的窗外，唱你心歌，冷冷无情不知感觉。风雨声插阮规路，失恋的人有失眠看你，莫讲我爱唱歌是心欢喜。伤心事用唱歌袂记，你心内的女主角我珍惜，这出戏我啥物地位，全心全意感啊半点会当感动你，我到底输伊倒位？为你伤心又何必？为情艰苦又何必？卡拉 OK 唱。